多謝。終於完成到啊！20年其實真係一個唔短嘅時間，由一個咁高嘅小朋友成長到而家唔係好高，不過咁樣啦。其實真係冇諗過自己會有機會喺呢度開我自己個人演唱會。一個人可以咁樣影響你一生，你自己會諗啊，今日喺呢一度2006年，唔知道再過多20年，你哋其中一個會唔會請我嚟呢度睇你哋演唱會咧？啊，每晚都好多人話會嘅喎，真係咁有信心嘅咩？咁到時記得請我嚟睇喎。20年後其實我自己做緊咩我都唔會知道嘅，因為我個人好多心啦，即係好多嘢會想做，咁所以可能唔係唱緊歌，可能已經去咗做第二樣嘢。咁但係我好相信就係去到時諗翻轉頭呢10年入邊，我會覺得感到好自豪嘅一樣嘢。因為就算我冇咩其他嘅成就，起碼我喺呢一個樂壇入邊，為自己講過呢一番嘅説話。